丧失一点是不太可能的，要给你减少一点也是不可能的，就不增不减。你说怎么办？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。丧失神就是上司神、中司神、下司神，叫三司神。上司神叫做鹏踞啊，它居住在我们人的头部，叫上司神，它会令我们人啊多思考、多欲望，使得我们的人的眼睛昏花、头发掉落。中司神呢叫做鹏志，它居住在我们的人的肠子里面，它会使这个人喜欢饮食多忘事，而且喜欢做坏事。那下司神居住在我们的脚部，名叫鹏敲，它会令人这个好色，喜欢杀生，使得人的手脚四肢、五脏六腑扰动不安，坐立不安。这个我们考究三司神的所作所为，他目的何在？他总有目的吧？各位了解吗？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人拼命做坏事，多造一点孽，他好早死。为什么？我们常常说算尽则死嘛。一个人坏事做多了，他的寿命会被减寿夺算、夺计，甚至夺计是12年的寿命，夺算就是100天的寿命。犯大的就夺计嘛，犯小的就夺算嘛。这个都是神明在帮我们算的，就像减寿都不知道减到最后就算尽则死了，就早死了。你看那坏事做多的年轻人，对不对？他活不到老一下子再见了，10几岁就再见了，20几岁就再见了，不是被车撞死就被人杀死、被枪打死的多得很你看所有的命案里面，就是所谓的算尽则死自己没积德，坏事又做的不少，还不承认自己在做坏事，那就下去了。所以三司神的目的是要使人快的死亡，他们好出去做鬼。做鬼的目的何在？你看那个我们不是初一15吗？对不对？这个过节过年拜什么血食？现在拜祭都不懂用鲜花素作为鸡鸭鱼肉，用血食的供养这些这个邪神邪鬼。三司神出去就想做鬼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人家对他血食的供养，他享受这个。你说我们要不要上当？不能上当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三司神的话，更要谨慎小心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。你想什么念头，动个邪念他都知道。